后来，这个风台过了后，全台湾各地又搁热湿咯。这个过道都爱放雷阵雨。阴暗讲会当看这个流星哦。阴暗的10点到12点有英仙座的流星雨，讲每1点钟有机会出现到100粒的这个流星。伫咧无光害空旷的郊区，用肉眼就看会到，尤其是北部分量较少，有机会看到流星雨。风台一过，天气袂歹，到公园散步看册，连看到鸟我嘛感觉伊心情袂歹。但是要注意哦，中昼过了，可能会落大雨。主要的区域还是以山区、近山区为主中南部的平地甚至稍微北边一点的平地，也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的机会。除了注意天气，有一个天文景象，8月12日开始，做伙看流星。陪你去看流星遗落在这地球上。英仙座的扫帚星要来啊！8月12日阴暗时10点到12点是上大量的，每1点钟大概是100粒左右，目睭就会当看会到流星，其实就是当尾星的阴影。它大概是出现在东北方，所以朝向东北方，不用任何的设备，用眼睛直接就可以看得到了。流星雨观看的一个机会来看的话，以北部地区是最大那其实是中部，那南部的话就要碰运气。云较少，山区嘛无灯火日照，是看流星上好的地点。但是人可能嘛会真侪，尤其是阳明山。交通局已经有高管的措施，想要看流星，会记得哦，提早出门。